新龙门客栈的剧组来了我们的国之夜。那首先就是大家都很喜欢丽君和云霄的组合，就想问一下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搭档的？我们从08年开始进校学习越剧的第一天开始就在一起学习，然后真正的第一出毕业大戏是在13年左右啊。那就是觉得对彼此有什么变化？应该说我们一直都在每一年都在有新的前行、新的成长，每一年都有新的收获。那毛老师透露一下，当时为什么会看中两位，就让他们搭档？其实，君最早是唱旦角的，后来个头高，就让他改小生了。然后云霄当时也是，大概有1年时间，也让他改过小生，但是后来还是回到旦角，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班里头一个小生一个旦角，他们俩是最出色的，所以自然就把他们放在一起了。毕业大戏《步步惊心》里，一个是演若曦，一个是演四爷，演雍正。对，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其实就加上还在学校里一些传统的折子戏，就开始已经在搭档了。那越剧新龙门客栈最初是毛老师和汉老板的一次创新的尝试啊，现在是小客栈真的火了，一票难求。所以两位还有其他可能比较创新的新戏的计划吗？还跟我说，这个其实我们一直在跟毛老师也在商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无论说是新龙门客栈往外走的计划也好，还是说我们有第2部再去尝试新的一个剧目，其实我们都有在这个计划当中。对。其实新龙门客栈确实出圈之后，同类的一些地方来邀请我们去，说你们这个新龙门能不能来我们这儿也搞个小客栈啊，或者是别的一些样式的、别的剧种的，其他的一些地方的都有。但是汉坤就非常的谨慎，他说毛老师我们得先 hold 住。我说对，咱们至少得这1年不能动，然后未来究竟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让新龙门客栈能够迭代成为有2.0、3.0，这个我们都会在思考当中。刚刚毛老师也提到了《步步惊心》，然后包括毛老师自己之前也演过《东方不败》。其实传统的越剧是可以和很多影视 IP 去结合，放飞想象力的。所以想问一下君和潇潇，就是你们还有哪些可能就比较放飞想象力的角色想去演去尝试？要看未来有什么样的机会吧。我觉得去把握住每一个对自己能够提升和成长的机会是非常的重要的。不拒绝任何的可能。应该说从演完新龙门客栈的金镶玉之后，然后我也发现了自己身上原来自己不知道的一些可能性吧，所以对以后遇到的很多角色，我也不想给自己设限，就是珍惜每一个角色，然后尽可能的去把我自己变成那个人物。那君现在是真的帅到了很多人，请回答，从生活中的小女神变成舞台上的这个女小神，就从女孩子变成大帅哥，总共分几部？拢共分2部吧，2部。总共分3部。我觉得拢共分2部。第一部呢是要会想，第2部要会做。会想会做2部就可以。那刚王老师说3部，还有我开玩笑。其实对于女小生来说，我们传统戏剧当中叫前旦坤生，也就是说男演员扮演女性，女演员扮演男性。这是传统戏剧当中的一种美学，或者说我们的一种表演的特点。其实这个首先第一步是必须妆造，也就是说把自己改变，就是扮成男性，扮成异性。其次就是说我们通过戏曲的4功5法来修炼我们自己，所以然后才是我觉得是君刚才所说的，首先要想再去做，也就是说我们想象当中从你自己的异性的眼光去审视一个异性的时候，也就是说女性的眼光去审视一个男性的时候，你把想象当中的那个男性通过你自己的呈现，也就是说4功5法加上妆造的打扮，一下子就达到了一个假定的象征的理想化了的女性心目当中最完美的那个男人。那现在很多人会喊君就是老公啊，什么公主都有，你自己更喜欢哪个称呼？我觉得这些都是爱称，只要是爱称我都喜欢，因为爱是最重要的。那之前是有师生嘛，现在这个嗓子养得怎么样？主要是因为就是反复的流感嘛，我觉得这个是咳嗽。对，这个对于我们的嗓子还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用嗓就是要求比较高的这个职业，
如果大家有什么治咳的小良方的话，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分享给我。然后大家都很喜欢就是君君和逍遥的搭档，想问一下二位，比如说排练的时候，或者偶尔玩一下身段互换。哎，我们俩是不是让你们俩对你们俩在中间互动？对，好像也不太会吧。不怎么会，主要还是围绕那些舞台上的角色。就是现在其实二位也很红啊，怎么样去面对就是现在突然涌入的流量，你们的心情如何？我觉得能够获得更多人的关注，更多人的喜欢，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觉得流量对于粤剧，对于我们而言，总体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希望流量能够变成流量，从流失的流变成留下的流。我觉得现在所有的流量都来自于我们在一个很好的时代，然后我们有带着我们一起走，比如像毛老师这样的老艺术家们。其实面对这样的流量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很有底气的，因为我们是从小一朝一夕学过来的，我们也是老师们一口一口奶喂大的，所以我们只要继续想好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就好了，接受这波流量，然后留住这波流量。那毛老师之前也在微博上就评价过，说这么多人喜欢你不是偶然，所以怎么看待两位后辈的走红？最近不是东方甄选挺红的嘛？就董宇辉说了一句话，就是能力是下限，机遇是上限。君君、云霄从他们当学生时代的时候就特别的出色，非常的勤奋。两位都是那种可以说是把自己整天泡在排练场里的那些。我记得有一年我突然，我说云霄最近好久没见你去哪里了？他自己自费跑到北方的一些剧种当中找老师自己学戏去了。君君也是就深更半夜经常泡在排练场里，那我相信就是说他们的这份勤奋，突然之间就是当有一个机会降临的时候，他们才能接得住。所以我才会说那么多观众喜欢你一定不是偶然的，因为你们有准备。那您作为这个粤剧第一女小生，会有后继有人的这种欣慰感吗？我特别欣慰，我今天刚刚那个我们跟阿云嘎坐在一起，嘎子就说，他说，哎呀，毛老师特别高兴，听说你们那个新罗马简直火得不得了。我说我最高兴的是，我不用做流量担当了，我不用去顶票房了。所以我就特别高兴的就说，我今天如果说我真的是退下舞台来，我退休了，我觉得他们完全可以接起来。但是未来接起来之后，内容能撑多久，这是要看他们自己的进一步的打造自己，进一步的往前走。那刚才阿米娅来我们的这个就是聊天的时候，也透露说非常喜欢二位啊，所以未来会真的有可能合作吗？看老师，你觉得有合作吗？对。对，其实刚刚也跟嘎子联系了，我说走了，没见上，他也跟我说非常喜欢君君和云霄。那我刚刚也其实跟云霄和君君也在聊，以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我们擅长的领域音乐剧和这一次和毛老师破圈的合作粤剧的层面有一些这样跨界的合作吧。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尝试，大家再往前再走一步。充满着可能性，因为我们之前也有意识的想打造过一些话剧和音乐剧，当然这是我说的是从粤剧本体上啊，就是另外的一些制作。未来很有可能我们真正能够做一些跨界的融合，这完全有可能。而且跟汉坤在一起之后，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大家其实现在因为小客栈只在杭州看见嘛，也问一下说有没有可能在其他城市巡演？其实巡演不是唯一的途径吧，因为我跟毛老师在商量，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我们新龙门客栈以及粤剧，还有这么多优秀的演员。所以我们巡演版是一个可能，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有更多的线上发展的可能性，那它可能能够被看到的机会会更大，所以我们也在这方面去做更多的努力。那现在君君和潇潇都收获了很多的喜欢，未来有可能去往影视界发展吗？首先我是一个粤剧演员，我希望我能够在粤剧的舞台上，扎扎实实、稳稳当当的。但是作为一个青年演员，我觉得是不能去拒绝能够让自己学习和提升的机会的。因为我觉得人的成长是需要不同的经历和阅历的。
我觉得适合自己的是最重要的。如果有适合自己的、适合我们这个专业的，我觉得也未尝不可。我希望我能够像我们毛维涛老师一样，就是坚定、清醒、有思考的去面对未来的一切的可能。就是不管是影视也好，还是我们的舞台剧好，我觉得表演艺术它都是相通的，都是人的艺术。我觉得我们在舞台上完成这些艺术作品，可以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吧。只要真的是有好的作品和好的机会，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方向都可以去尝试。好，谢谢四位。好，谢谢。